马来西亚几个伊斯兰组织已发表公开信，宣布建立一个致力于维吾尔人的论坛。根据台湾海峡时报1月1日的报道，反对维吾尔种族灭绝论坛的主要目的是关注被压迫的维吾尔族的困境。公开信由马来西亚伊斯兰组织咨询委员会主席阿布哈密德和亚洲学者理事会秘书长萨姆斯丁签署。公开信说，尽管中国一贯否认维吾尔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我们的立场表明，国际社会不会对维吾尔问题保持沉默。公开信呼吁穆斯林国家和国际社会在解决维吾尔族问题上坚定立场，不要剥夺维吾尔族人的尊严，以换取中国的经济利益。土耳其未来党副主席旅团访问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前继续和平示威的维吾尔青年。维吾尔青年在中国领事馆前的活动已经进入第16天，他们举着被关押或失踪的亲属和家人的图片，要求中国当局告诉他们的下落。但是在伊斯坦布尔中国领事馆前寻找失踪家属的维吾尔人至今未得到任何回应。1月5日，由未来党负责公共关系的副主席塞尔朱克乌兹达格率领的代表团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前往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以表示支持维吾尔人的合理斗争。乌兹达格先生表示了他了解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压迫和处境，转达了该党主席和前总理阿赫迈德·达乌提欧鲁的问候，并表示他们一直支持维吾尔人。他还对中土引渡协议表示抗议，该协议令维吾尔人感到担忧。他说，土耳其共和国政府打算与中国缔结引渡协议，确实可以在国家之前达成这样的协议，但是中国首先必须是一个民主国家，中国必须首先开放，中国必须首先尊重人权并敞开大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周二表示，他对中国官员尚未最终批准一个专家组进入中国调查新冠病毒源头感到很失望。根据世卫组织和中国政府的安排，一个国际科学团队的成员在过去24小时内开始离开自己的国家前往中国。谭德赛说，今天我们得知中国官员还没有最终敲定这个小组抵达中国的必要许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预计会前往武汉，这里是1年多前首次发现新冠病毒疫情的地方。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指责中国掩盖新冠病毒疫情，坚称世卫对待中国软弱。中国一家大型国有借贷机构前负责人因受贿罪、贪污罪、重婚罪，本周二被判处死刑。这是中国政府对经济犯罪动用死刑的一个罕见且引人注目的例子。沿海城市天津的一家法院判定，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前董事长赖小民在2008年至2018年间受贿率约合人民币17.88亿余元，政府将没收他的个人全部财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军备管制特使4日联名发表文章，指责中共政权以不透明和咄咄逼人的方式扩大核武库。蓬佩奥4日发表在《新闻周刊》并转载在国务院网站的文章《中国疯狂发展核武》中指出，疫情大流行让全世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谎言会带来重大且恶劣的后果。美国也敦促北京披露其核武库的数量、发展目标和使用方式，呼吁北京和华盛顿和莫斯科一起协商，制定一项包括所有核武器的新军备管制协议。文章指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最不透明的国家。